據講，島上嘅野生動物比加拉帕戈斯仲要豐富。當時呢度嘅山丘係成片茂密嘅巨型棕櫚樹林，島上邊亦有南太平洋其中一個最大嘅海鳥聚居地。最初復活節島嘅居民拉帕魯伊人生活過得好輕鬆，佢哋有好多空餘嘅時間，於是開始雕刻一啲巨大嘅石像，叫做摩艾石像。冇幾耐，每個部族都想雕刻比其他部族更大更宏偉嘅石像，競爭成為佢哋嘅衰敗原因。大量嘅木材被用嚟運送呢啲石像，於是拉帕魯伊人逐漸用盡島上珍貴嘅資源，最後佢哋嘅文明陷入混亂同戰爭，各個部族互相攻伐，造成災難性嘅後果。到最後，整個文明衰亡嗰陣，拉帕魯伊人已經令到呢個島面目全非。呢度嘅山丘本來係茂密嘅巨型棕櫚樹林，呢啲懸崖上邊曾經有一個個好大嘅海鳥群落，但係最後佢哋俾拉帕魯伊人捕獵到絕種。今日呢啲石像提醒我哋，偏遠島嶼上面嘅生命係幾咁脆弱。所有南太平洋嘅島民都要好好咁利用佢哋可以用嘅資源，阿魯塔人亦都唔例外。佢哋捕獵同樣依賴呢一小片土地生存嘅野生動物。每個獵人都有各自喜愛嘅叫聲。呢啲聲音會將獵物引到佢哋嘅網附近。白頂圓燕鷗，佢哋日頭出咗海捕魚，要等到佢哋夜晚翻嚟棲息先捉到佢哋。阿魯塔人好易就會過度捕獵燕鷗，甚至令到成個鳥群絕種。不過阿魯塔人並冇咁做，佢哋嘅做法係確保佢哋嘅下一代都可以享用到呢一切。喺南太平洋呢度嘅生命係脆弱嘅，不過能夠攞到平衡嘅話，人類同動物都可以喺呢啲孤島上邊繼續繁榮昌盛。